新年勝舊年。每年新年，我都會去我個醫生舅父度拜年。雖然佢每年都會問長問短，但係同佢傾偈嘅呢個環節，令到我覺得親情真係好溫暖。舅父問我有女朋友未啊？我答佢有啦，拍咗拖半年，都算穩定。舅父再問工作點啊？我就答佢幾好啊，冇乜嘢做，又唔使 OT， 仲有人工加到成4萬幾蚊一個月。舅父繼續問積蓄呢？有冇儲錢啊？我繼續答最近我中咗6合彩頭獎，有啲錢剩，打算先買層樓，然後周圍去玩下。然後舅父就同我阿媽講嘢都好有條理，不過就有啲妄想症。今年已經好過舊年好多啦，舊年佢仲想咬我。哈哈哈！祝大家妄想成真啦！